讲到过年，年要到啊，金仔店所变成歹徒下手的目标，发生伫高雄。高雄市三民区发生一件银仔，这个银楼就是金仔店的抢案，歹徒趁这个暗时头家拍什么休困的时阵，进入去伫个菜车内面的金仔店，假讲要买什么，买结婚手指，趁这头家无注意的时，共抢走价值2万块的金手指。加在呢，警方伫24小时内就掠到人啊，所以讲警方嘛要提醒乡亲，最近有未少要换新钱的需要，你若领真侪现金的同时，会使请警方派人甲你保护，安尼歹人就唔敢甲你抢。穿黑色衫的查甫人行去三明市啊，内底这间银楼暗时9点外店家准备休困，不过嘛是出来接人客。这个查甫人讲要替小妹订结婚手指，就比柜台内底这卡2钱重的金手指，后一秒伊随走去。75岁头家娘随掠出来，尾仔嘛是予伊骑机车走去。监视器的调验以及资料的分析，然后确认他的身份，逃逸方向也进行他的追踪调查以后，我们确认他的落脚处，在24小时内，我们立即将其逮捕归案。过年要到啊，查甫人落地地房子，就想空想胖要抢人的物件，加在警察真紧抓到人。不过最近银行开放换新钱，民众出外拢爱注意。下昼9点，银行打开门，真侪人手提号码牌排队，排到1点钟。新年新气象，要换新钱的，啊，包囡仔孙啊。柜台或者是提款机换出来新钱，坐少正班，放伫咧身躯边，难免会感觉无安全。注意附近的环境啊，跟你接触的人啊。警方呢可以提供在春节期间呢进行互抄等相关勤务作为，民众若有需求，可尽情向警方提出。不管金额偌济，拢会当请警察来斗相共保护你的钱，让大家会当安心过年。